過去幾年，中山樓市最有話題嘅板塊，馬鞍島一定算一個。深中通道第一站新中山港客運碼頭，長新區對接深港灣區橋頭堡，呢幾個關鍵詞，當年直接將馬鞍島推上樓市嘅風口。2019年到2021年前後，馬鞍島最火爆嘅時候，部分樓盤單價衝到3萬幾甚至4萬一方。當時好多買家根本唔係慢慢揀樓，而係怕買唔到，錯過咗機會。但幾年過去啦，而家再睇返馬鞍島，價格已經大幅回落，唔少一手樓、二手掛牌價跌到1萬幾一方，有啲平價嘅二手樓甚至去到1萬出頭，由高位4萬一個方跌到而家1萬出頭，價格落差咁大，好多香港買家自然就會問：馬鞍島而家係咪可以抄底啊？Hello， 大家好，我係 Josie。今日呢條片我唔講空泛嘅規劃，亦都唔畫長遠嘅大餅，我直接講我嘅結論。我唔認為而家係香港人抄底馬鞍島嘅好時機。無論你係退休自住定係想投資博升值收租金，我都唔建議而家急住入手。核心原因好簡單，馬鞍島樓價跌咗好多，但成熟居住屬性仲未真正兌現。日常生活配套、穩定常住人口、租金收益、二手承接能力呢幾樣核心支撐，目前都仲未夠清晰。當然，我哋要客觀咁樣去睇，馬鞍島唔係冇價值，深中通道已經通咗車，新中山港客運碼頭亦都已經落地運營啦。作為翠亨新區嘅核心板塊，馬鞍島確實係中山連接深圳、香港同大灣區東岸嘅重要節點。但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買樓唔係話買條橋、一個碼頭、一個概念，而係買未來幾年甚至10幾年嘅日常生活。所以判斷馬鞍島值唔值得買，唔應該就係問有冇深中通道，而係要問深中通道通咗車之後，馬鞍島有冇真正變成一個宜居便民、適合長住嘅生活區？我實地睇完之後，答案係暫時未有。深中通道兌現咗交通紅利，但馬鞍島真正嘅生活紅利仲需要時間。為咗俾大家睇清楚目前馬鞍島嘅真實居住狀態，我今次專門實地走訪咗馬鞍島上面4個生活氛圍相對比較集中嘅地方，分別係生命科學園、翠亨大廈、西灣匯。呢一個亦都係島內唯一一個深中跨城大巴上落點，以及係金輝園。我哋即刻去片。第一站，翠亨集團生命科學園。Hello， 大家好，我係 Josie。而家我所在嘅位置係位於中山馬鞍島上面嘅翠亨集團。今日特登過嚟現場，同大家一齊通過鏡頭去驗收一下各種配套嘅落地情況究竟係點。出面實在太曬太熱啦，我特登戴咗個成個面罩，做好防曬。亦都希望各位出街嘅時候都做好防曬防暑。呢度亦都係目前馬鞍島裏面商業餐飲相對比較集中，但基本上都係寫字樓樓下嘅一啲商超啊。其實呢一邊嘅配套嘅特徵就係佢唔會好似市區咁樣成行成市，你行幾步路就有一間食飯嘅地方或者係有 coffee shop 咁咯。但呢度嘅話相對嚟講會稍微零散一啲。第二站，翠亨大廈。咁我而家所處嘅一個位置係位於馬鞍島嘅翠亨大廈樓下。翠亨大廈樓下有一間叫做香山府嘅酒樓，另外一間就係島上面第一間嘅 KFC， 以及一間已經停止營業嘅 Aso Coffee。佢呢邊嘅商業算係會高端少少，但亦都會存在一個問題，就係分散得比較零散。呢邊嘅話可能主要係服務翻成個翠亨大廈裏面嘅嗰啲白領啊，或者係工作人員啊咁咯。第三站，西灣匯。接住落嚟，我嚟到嘅係萬科中天西灣匯呢個樓盤，佢亦都係馬鞍島裏面第一個樓盤，所以佢嘅入住率相比其他樓盤係都要高嘅。首先我哋可以睇到呢度有馬鞍島裏面最大嘅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周邊嘅一個商業配套主要就係都係一啲比較細嘅街鋪裏面嘅一啲餐飲店。第四站，金輝苑。而家我所在嘅位置就係翠亨集團旗下嘅金輝園，亦都係翠亨集團比較早期嘅一個
商業帶。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特點，就係島裏面所謂嘅商業餐飲，佢基本上都係分佈喺島裏面有一定入住率嘅住宅小區，就好似頭先我哋去嘅一個萬科中天西灣匯，以及係一啲產業園嘅底商裏面。正正係因為呢一個共通嘅特點，佢就導致到島裏面嘅一啲生活配套嘅一個比較明顯嘅特點，就係分散，非常之分散。透過以上4個片區嘅實地情況可以睇到，目前島上面嘅商超、餐飲、醫療等等生活配套有一個非常明顯嘅特點，就係分佈得非常零散。馬鞍島目前唔係話冇餐飲，但整體嘅密度仍然係偏低，商業氛圍亦都未夠成熟，餐飲店比較零散，人流同煙火氣仲未形成穩定嘅狀態。最後，我特登喺夜晚嘅8點幾去睇馬鞍島上面比較早期收樓嘅樓盤，去睇下佢哋晚上嘅一個亮燈情況。從現場情況睇，其實馬鞍島已經有一定嘅變化，島上早期開發嘅樓盤亦都已經有一定嘅入住率，但整體嘅人氣同埋生活氛圍暫時未去到成熟生活區嘅狀態。另外，除咗以上提到嘅配套冇辦法形成聚集之外，我有一個更加真實嘅感受，就係馬鞍島對有車人士相對比較友好，但對於冇車依賴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嘅人，生活便利度就會大打折扣啦。有車可以拉大你嘅生活半徑，用自駕嚟彌補返配套分散嘅問題，但冇車買餸食飯睇病購物都會直接感受到好唔方便。所以總結我今一次實地走訪嘅感受，馬鞍島並唔係話冇發展，亦都唔係話冇價值，但佢目前更加似一個已經兌現咗交通紅利嘅灣區節點，而唔係一個成熟穩定適合香港退休買家長住嘅生活區。咁馬鞍島目前嘅狀態又適合邊一啲人呢？我覺得而家馬鞍島更加適合喺島上面翠亨新區或者周邊產業板塊有穩定工作嘅人。如果你每日工作生活半徑本身就喺馬鞍島附近，有車接受到新區成長過程，亦都願意去等配套慢慢成熟，咁馬鞍島可以作為你嘅選擇之一。因為對呢一類人嚟講，馬鞍島嘅價值就係工作半徑近，通勤方便，買嚟自己住得上。但如果你係香港退休買家，想買一套樓短期之內真正長住，咁我就唔建議你而家入手馬鞍島，尤其係冇私家車或者唔想退休之後日日依賴開車嘅朋友。講完自住，我哋再嚟睇一下投資。好多朋友見到馬鞍島由之前嘅4萬幾跌到而家1萬出頭，會覺得好似好低，可以低價入場搏反彈。但樓市投資從來都唔係跌咗幾多，而係要睇3件事情。第一，租金回報清唔清晰；第二，未來3到5年有冇足夠嘅買家接手；第三，人口導入、產業落地、配套完善嘅速度能唔能夠支撐返價格向上反彈？如果以上嘅呢3件事情都未明朗，所謂抄底其實只不過係提前入場，等緊市場慢慢去驗證。當然，馬鞍島有深中通道，有翠亨新區，有產業規劃，長期一定會繼續變化，呢個我從來都唔否認。但城市發展會有時間差，交通通車到人口真正流入有時間差，產業落地到生活配套成熟會有時間差，樓盤交付到二手市場穩定嘅流通亦都會有時間差。之前買馬鞍島係等深中通道通車，而家深中通道已經通咗車，再買馬鞍島等嘅就唔係交通，而係生活配套、人口積累同埋市場沉澱。呢個等待嘅週期可能會比好多買家想象中仲要長。所以最後總結返一句，馬鞍島有長期嘅價值，但現階段唔適合大部分香港退休買家抄底。如果你仲想了解中山其他板塊，歡迎 WhatsApp 私信我，我免費提供一份詳盡嘅分析報告俾你。
我係 Josie， 希望我分享嘅內容可以幫到每一位想返中山置業嘅香港朋友。如果呢條片幫到你，記得點讚訂閱，我哋下期再見。